众所周知，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人和中亚人民多年来一直在庆祝努鲁兹节。在维吾尔文化中心、维吾尔剧院和公众人士的组织下，在阿拉木图第153维吾尔中学举行了庆祝努鲁兹节活动。为期2天的活动的第一天进行了各民族的传统艺术表演，第二天介绍了维吾尔人的文化和艺术。维吾尔运动和维吾尔研究中心继续在欧盟各国举行活动，介绍了遭受种族灭绝的维吾尔人的情况。上周，维吾尔运动领袖罗夏阿巴斯、维吾尔研究中心主任阿卜杜勒哈吉姆·伊德利斯和纪录片《我在找我妹妹》的导演兼制片人贾瓦德米尔出席了由西班牙的一所大学举办的纪录片放映会。结束西班牙访问后，罗夏阿巴斯、阿卜杜勒哈吉姆·伊德利斯和加瓦德米尔同各国大使、外交官和宗教领袖一起出席了在美国驻梵蒂冈大使馆主办的纪录片放映会。中共政权在东突厥散对数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之际，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再次称赞中国，并称中国遵循了先知的教义。伊姆兰汗提到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被派往人类作为仁慈，他说中国也在走这条路。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外长在会见中国外长王毅后表示，北京是伊斯兰堡的可靠盟友，并将继续如此。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于3月25日至27日在土耳其布尔萨市的华美达酒店举行了2022年维吾尔青年培训活动。来自各国的活动人士、土耳其各执政代表、学者和青年参加了由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布尔萨奥斯曼贾奇地区政府共同举办的活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并出席土耳其与乌兹别克斯坦高层战略合作委员会第2次会议。埃尔多安在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吉约耶夫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签署10项合作协议，以改善双边关系。访问的第2天，埃尔多安在米尔吉约耶夫的陪同下访问了乌尔根齐。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摩洛哥首都巴拉特会见了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叶德·阿勒哈纳扬，讨论该地区的安全问题。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中2国外长首次举行面对面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将加强双边关系和在国际事务上的协调。拉夫罗夫访问中国是参加第3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这一为期2天的会议由中国发起举办，阿富汗邻国和塔利班政府也派代表出席。